玄武城的人对我们也太热情了。先看他们的热情对的是谁。以前我患有心疾，没有这样的场面，当然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前面领头牵马的是少君，少君为陈氏牵马，这样好吗？你我夫妻二人，在花园城如何，在玄虎城就如何。恭迎少君回城。少君，城主和城主夫人请您。及随从人等尽快进城，城主已经等候多时。我这就带你回城主府，见我的父亲母亲。玄武城的人对我们也太热情了。先看他们的热情对的是谁。以前我患有心疾，没有这样的场面，当然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小姐姐，那个韩硕呢？少君去向城主、城主夫人请安了，请姑娘在后花园与众家眷们稍作等候。你说谁姑娘呢？说谁姑娘呢？这可是花园城三郡主，尊贵的少城主。曾经是。哎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算，入乡随俗，来都来了。嘘。这位公子留步，我们玄虎城男女有别，这后花园是城中贵族家眷女子聚会等候之地。这不相干的男子想要进去，得先净身。没事，我自己去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小倩，你紧张什么？在花园城混得如鱼得水，怎么到了玄虎城就不适应了？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可以的。城主夫人到。玄虎城是男人当家做主，所以女人在这里比较文静婉约，合理。坐下吧。开宴。禀城主夫人，这位就是韩少君带回来的花园女子，陈芊芊。夫人好，我就是韩硕迎娶的妻子。你就是芊芊？是。先用饭吧。在我们玄虎城，女子嫁人后要侍奉公婆，城主夫人用饭，你应当从旁不灿。百善孝为先，请到。少君这次回来，再就不走了吧？听说呀，他心疾已经治愈，该不会再入赘花园城了吧？本来就是骗人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入什么赘呀？听说花园城是女子当家，那怎么行啊？听说呀，这陈芊芊号称三公主，这名声呐，可不怎么好听呢。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还目不识丁呢。传闻猛如火，万一韩硕母亲也误会我，可怎么办啊？哎，夫人，你倒是聪慧，吃这一方面我在行。好，说说，平时还爱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自小在宗学堂学习诗词，平时啊就帮母亲处理政务，偶尔呢跟姐妹们一起谈谈诗词歌赋。这兴致一来，我就上山去骑射围猎，累了就与先生手谈两局。逛街的时候帮扶老幼病残，百姓一有难，我立刻就带兵上山清剿山匪啊，尽我所有的力气做好少城主。你要不要脸呀？
没错，三公主在花园城确实深受百姓们的爱戴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们玄虎城女子最忌讳不安于世。这就叫不安于世啊？难道还有更过分的？她以前一天要去8趟教坊司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，教坊司是我家开的，特别保守。你能不能别说了？